有喜了。太后大王到！臣拜见太后，拜见大王。朱清免礼。听说今日上朝之前很是热闹，诸位卿大夫似乎都在议论纷纷，可否告诉朕，你们都说了些什么？司马将军，坐下。哦，你们对朕无可奉告？那朕倒是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诸位卿大夫。不知太后有何事相告？朕有一件大事要告诉诸位卿大夫。朕有喜了。哎呦，这种事情简直太荒唐了！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这种道理啊，你说说。感恩太后，这喜从何来呀？朕是大秦太后，怀的自然是嬴氏之后啊。太后此言实在是荒唐啊！难道先王去世数年还能够？将军真是聪明人。朕数月前曾梦见先王，先王伤感，嬴氏子孙人丁单薄，大王孤单，缺少臂膀，故与朕入梦，孕育子嗣。这说不通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简直是不稽谈呐！太荒唐了！就是，荒唐。朱清不为先王贺，也不为朕贺吗？看来你们竟是大喜过望，喜不自胜了。但朕这会儿身子有些不适，甚感倦怠。那我就先回了。太后，太后，此事太过急患，难以取回。秦大夫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匪夷所思啊！听我一言。永瑞，你为何要阻拦诸人？对呀，此事就这么完了？诸位追上去，又能做什么？你说呢？诸位争执半天，无非想要太后给一个交代。如今太后已经给出了交代，诸位还不满意吗？哼，这也算交代。是啊，这就是先王托梦，太后有身，这简直是
是拿我们当3岁小儿。那各位想要太后怎样的交代啊？大秦嬴氏，王家血脉，极容混淆。那各位想要怎样？难道要逼一个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吗？你等谁敢？谁想动手？先过了我这一关。那也不能冒充嬴氏血脉。嬴氏毕竟是王家血脉。是啊，诸位，既然谁也没有能力阻止太后生下这个孩子，那倒不如想想，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该姓什么？难道姓义渠君的姓吗？那他成年以后要不要分封？分封完了，封地归谁？归义渠？不行，大秦将士辛苦得来的疆土，岂能属于外姓？说道理。那只有姓嬴了。这断断不可。我等身为大秦之臣，若是坐视王家血脉从此小乱不堪，何以对先王？何以对列国？何以对后人？列国？列国早有此先例。胡说！哪来的先例？诸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秦的图腾玄鸟。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。周人始祖的母亲简狄吞玄鸟之卵，而生下周人始祖契。敢问，契之父在哪里？秦人始祖的母亲姜原采巨人足迹，而生下秦人始祖契。请问，契之父又是谁？那只是古时传说，何以能用之今世？就是啊，好，始祖们太远，那就说说今人。当今列国最强者齐国，齐国当中，国力与疆土能与我大秦相匹配的，除了楚国，还有齐国，对否？雍大人，我知道了，你别说了。楚离子，今日必须把话说开了。你处离子，齐国又如何？齐国原为姜子牙的封地，齐国国君原本代代姓姜，如今却为田氏所代。为何？田氏原为齐国之臣，一心渴望获得王权，无奈族中人丁单薄，无人帮衬，徒呼奈何。于是田成子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广纳美姬，大招宾客，令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而不进，几年之间就多了70几个儿子。田氏因此而得以人丁兴旺，实力大增。至田襄子时，一举取代姜氏，而成为齐国之王。此为容焉，耻焉。诸位，太后生子，当为嬴姓封。自然是要姓嬴。也只能如此。